呢個經書90家，所以呢個詩篇記37第8節咁樣講到，唔冇發想，唔冇不壓，呢個心中的發燒嘅，也係變hết去。但係呢，因為到自家心中的發燒，自家發想，自家不壓，未帶自家行錯路。嗱，所以聖經教自家發想係變點，發燒心中的係變亮嘅。為了乜嘢啦？為了自家唔會行錯路。嗱，歌羅西3第13節，意思是愛喊自家要隻奶嘅心對隆重人嗱，對特色人啊，結自家咪自家發想咪自家不壓，自家要耐心對佢，然後就係要隻忍量對佢，唔好變要少對佢。嗱，上帝忍量自家，忍量了自家，所以自家也係忍量，隆重兄弟姊妹，咪特色到自家嘅。自家不壓嘅，咪自家發想嘅，自家也係忍量嘅。上帝忍量了自家，所以堅持告白自家唔好發想，唔好要發燒一心，自家咪壓忍，咪罵佢，家下咪行錯路，咪特色到人。聖經教家係忍量，隆重人類，咪自家壓嘅。阿門。